市長我請你意見。恁頭家已經離開啊，恁個幾年坐當遮坐條條，吼啊，條條你來注意一下，這個人被動甲主動你來看一看，好。在這屆藝術廳難得出現市長被議員要求離席的畫面，同時在市長裁示尊重議員的質詢權，需要所官員嘛對的被請離席的眼鏡。其實回到到困員質詢一開始，以新營糖廠畫畫將伊當起來拿圖，其台轉型為產業經濟文創園區來詢問市府規劃。只是講到新營糖廠在民國90年關廠以後，電興的積極其台畫畫，所以透過各種的管道，對賴清德擔任市長開始爭取。不過到達已經做總統，甚至列為選舉政見的建設，在4當後也是無影無跡。敢是愛電興死心，才愈來愈不滿，愛市長離開。這個新營糖廠無文化局，今仔日就無產業園區。當時本質我用心計較，新營糖廠是工業用地，足驚伊來恢復產業。我拜託葉澤山局長去找兩三塊物件出來來定做文化保證。是這種情形下，台糖他束手無策呢，竟然到恁的手無動於衷唔插完，無做啦，市長真正佮家你講遮濟也無路用。希望講你會當找這個機會，我正在這現場要求啦，你會使離開啊，你辦公室好好啊反省一下，後邊要安怎行。基本上每個議員有每個議員的問政風格跟他的這個表現啊，所以市民自己來做評斷，我們尊重。好，那每個議員怎麼運用他的質詢時間，我們也都尊重。是新營糖廠總廠所謂的三鐵共構，第一個也不在糖廠，是在新營火車站。好，那有沒有辦法共構？怎麼樣發展？這也是牽涉到很多，不僅牽涉到市府很多局處，也牽涉到中央很多部會。好，這不是哪個政黨執政就能夠馬上解決，所以要一步一步千絲萬縷、抽絲剝繭，一步一步處理的。台糖新營總廠到目前為止，台糖每年都要花費好幾百萬以上來維持那個地方，沒有荒廢掉，但是他們也很辛苦。但是所以台糖能夠跟市府能夠共創雙贏，這是大家市民之福，也是台糖之福，也是市府之福。那我們還在努力朝這個方向來做。市長委託在回應之前，嘛得站在藝術廳甲相關局處探討，由副秘書長楚明說明6月9號會將台糖用地以及招商調向產業文化園區發展的現況向地方召開說明會。阮即項阮佇舊年底，阮已經將要公告的圖已經攏用好勢啊。佇過程當中，因管理處嘛同意，毋過因上總部的時陣出現一個狀況，因希望因的迄個公園綠地會當變更吼，會當維持到畫作文化保存區，所以規個話全個延宕落來。所以12月到5月初9已經，因嘛同意這個圖已經公告，佇迄個。佇咱的迄個公開閱覽吼，會公開閱覽有一個月的時間，目前阮6月初9會開地方的說明會，互大家知影講，咱是用糖廠的進度啦吼。新營糖廠關廠25冬，這段期間，相信議員承受地方真大壓力，加上當時賴市長有信心、有決心的公開承諾，在地方看來也是一場空，無怪伊才受氣。台南新聞，阮是林盈光採訪報道。